受到极端气候影响，全世界温度是愈升愈悬。今年到今已经有超过1,000人热死，其中上界多就是去圣城麦加朝圣的穆斯林。这信徒大多数拢是去参加旅行社的团，却因为摕无正式的朝圣许可证，就去予旅行社等伫咧半路。埃及政府嘛宣布要撤掉16间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，讲要为百姓死亡来负责。 气候暖化和全球真济国家受到小影袭击。美国西部几6个州发生大规模的野火，全美国真济城市拢发布高温警告，差不多有1亿人受到影响。墨西哥为3月开始，已经有155个人因为高温死亡。过去1礼拜，就有30个人热死，至少2500个人得到高温相关的疾病。 沙特阿拉伯卖家的条件活动，因为温度达到51.8度，有为10个国家内的差不多1000多名朝圣者死亡。有大约6成的死者是埃及人，其中超过9成的死者是透过旅行社用个人的签证安排沙国的条件旅行，无向沙国当局登记参加，和个人旅客必须要用行的经过沙漠进入卖家。 埃及当局在当地日宣布吊销16间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，这项旅行社无替这个条件游客安排适当的住宿甲医疗援助，要替条件民众的死亡负责。WMO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，未来5冬以来有86%的几率，会有至少1冬的气温超过2023年创下历史上热1冬的纪录，甲工业化进程的气温相比，全球平均的地表温度增加1.3度。我是新闻台董炳耀。